为了宣传担起114年市长杯小铁人3项锦标赛伫10天后再次回到安平海事学校举办，议员与主亲的大力支持，铁人3项委员会特别召开记者会，邀请家长鼓励厝内各中小学生踊跃报名，强调比赛除了锻炼体能，勇敢面对困难的态度，更是让囡仔伫运动当中建立亲子感情的真好管道。总要成立体育部了嘛？那未来我们也有年长者的一些体育的相关的运动，那由我们小时候来培养我们的运动一个能力跟耐力。我知道在日本，其实他们对小朋友的体能训练是非常积极的去做推动，因为你有强健的体魄，那不管你在未来在读书上的专注度，以及说遇到困难的受挫度，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。然后，我们是代表队，目前最年轻的已经是大学。那所以说国小、国中呢、高中呢都已经出现了断层。我们目前呢选手缺少。那我们台南市其实是一个很好发展田三项的一个活动。小铁人3项囡仔需要独立完成游泳、自行车甲走标等3项挑战，而且这不只是一场比赛，更是一种教育、加展现家庭亲子的关系。所以嘛，希望今年10月26的比赛成为一个里程碑，以后会当扩大举办到其他区域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